输起来的所在嘛是盖古水哦，伊是咱的压石恁的哦。对对对，这个人数就是讲有一个所在地嘛，譬如讲这个美国，美国大赛吼，德国大赛，伊这个无一个固定的所在地啦，是，所以伊是一个全世界拢会使通的一个大赛，这就是咱替咱的外交做代志，国民的外交啦。是，讲到这上我拄啊想的是讲上少年吼，因为陈建宪跟他30万嘛，对对。这个戴志颖我拍甲球后应该我做资深的哦。这个亚球练的吼，通常拢袂使亚到受老啦。所以我想应该是郭信顺是上少年吧，应该还袂30吧。哦，应该27、28啦，我还想法。厉害哦！所以所以你用看是年年会，我嘛对于年会来想啦。但是戴志颖、甲郭敬淳，啥物人较少年？我无法度确定，所以叫阮查哦，是，哎对，马红向甲阮对对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即马爱补充的是咱的这个答案，这个人名要安怎讲呢？哈，就是你若讲伊姓啥，伊姓戴，啊不过呢后壁有字，就爱变做戴珠英。戴珠英，不是戴啊。所以这个名爱讲了对哈，戴珠英，